小峰竟已参悟了清玄刀诀的第9层。遥想当年呐，我不过是参悟了第1层，就已经是西北天下无敌手了。哎呀，你得了吧你！就那点小天赋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看小峰啊，不愧是我的好孙子，这短短几年便练就了如此精湛的刀法，以后当厨师啊，宰牛宰羊，定是一把好手啊！清玄刀法第9层就当个厨子？爷，您到底啥时候传我杀人技，叫我当一名刀客啊？就这么想当刀客呀？使刀的人最威风了。得了吧，你不适合当刀客。爷爷倒觉得你当一个会使刀的厨子，如此甚好，还能自力更生。那不让我学刀，放我下山总可以吧？哎，下山，你这么想下山呢？嘿嘿，您不是跟我爹说给我在山下找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媳妇儿吗？那您看我也老大不小了，我下山找我媳妇儿总行了吧？臭小子，搞了半天你在想这茬儿？哼，拿着这封信去杨家客栈。原本杨家的丫头只是我准备给这小子纳的一个妾，可惜燕北旧部已散，家道中落。行，谢谢爹。站住！拿着，记住了，这个只有在陷入绝境的时候才能打开。哎，行，知道了，拜拜。找媳妇喽！这臭小子就这么迫不及待？哎，爹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你看当初我的清玄刀法只练到了第1层，就能横扫江湖，成为顶尖刀客。小峰的清玄刀诀都已经修炼到第9层了，他的刀法早就是天下无敌了。哎，为之，为父是不让小峰步你的后尘，难不成你忘了当年发生之事吗？哎呦，放了我夫人！放了他可以，那你先自刎。伟之，不能听他的，你死了我们谁都活不了，快离开这里，带小峰活下去。哎呦！可恶！你们几个把他给我抓回来！伟之，快走！给我追！驾！伟之，此次行动若不是有你在，不然我等都已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啊！皇兄，我们是逃出来了，可阿瑶她……阿瑶的牺牲是为了燕地的百姓。倘若我有一天能够登上皇位，一定不会忘记燕王一脉的功劳。不好，有埋伏！皇兄，快跑！参见二皇子。皇兄，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！自从父皇病重后，那些外戚王侯变得如豺狼一般，拥兵自重，你也不例外。要怪就怪你们燕王一脉所图过大，你不死，我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啊！燕王世子不愧为燕北第1刀客，身受重伤还能杀我们那么多人。我父亲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若不是当年我及时出现，你早就成了他们的刀下鬼，这燕山旧部也全都散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燕王府上上下下200多人被杀的就只剩下咱们3条老光棍，所以呀，为父也想让小峰下山，像个正常人娶妻生子罢了。爹，我知道了。
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时候不早，该吃午饭了。那个地方不错，去。别追了！你们这些家伙，到底还要追到什么时候啊？要管就管你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下次再记得少管闲事。别追了！糟了，没路了！前面没路了，老子看你往哪儿逃！滚！滚就滚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王大哥，既然他已经撞见了，那就算他倒霉，还是一起杀了比较保守。有事冲我来，我们之间的事儿跟这小兄弟没有关系。今天不仅是你，孩子要留下，跟你一块上路。你们未免太霸道了，我就吃个面而已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小兄弟，快闪开！这股东西是……不，绝不可能！我杀人了！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竟然杀了北域刀圣王勇！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实力不弱于刀圣王勇多少，但竟会害怕这小子所散发的刀气。前辈，都是他！谢谢是我的永远不是泰山，还请您原谅。没错，都是他。对，是我们眼拙，怪我们眼拙。这小娃娃到底是何等人物？北域刀圣王勇都败于他的刀下。死了，这怪不得我。他们只是一群山匪，我真是为民除害。知错能改，回头是岸。以后不要再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了。是，我们以后绝不再犯。对，我们不搞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呀，先走吧，滚吧！小兄弟，多谢你救命之恩啊！不知道小兄弟在哪高就啊？不敢当，在下李峰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厨子。方才看不惯那山匪的性子，侥幸杀了他罢了。李小兄弟真乃高人，如此谦虚，难怪小年纪便有这般刀剑。厨子，小兄弟要是厨子，那天底下就没有刀客了。前辈真是说笑了，侥幸误杀了一个山匪，岂敢自称刀客？晚辈有要事在身，先行一步，咱们有缘再见啊！好，改日再见啊！人刀合一，世间绝无仅有啊！真乃英雄出少年也。此子如此年轻，竟能一刀斩杀了刀圣王勇，真是恐怖如斯啊！看样子北域要变天了。此信果真是李兄所写啊！你便是李峰啊？正是，在下是受家父之命前来提亲。李兄当年乃是燕北第一刀客，可这孩子竟然只是个普通人。李兄当年救过我的命，为了报答他的恩情，便定下了一门亲事。不知李兄近来可好啊？哦，我父亲身负重伤，早已隐退江湖，不问世事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样说，咱们这个婚事……爹。
你让他走，我不嫁给他。爹，你下来做什么？爹，我俩再不来，你是不是要把姐姐许配给这个家伙了？爹，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，怎么还能作数呢？就是，爹，你看看外挂猎枣的，哪里配得上我姐姐？贤侄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树敌无数。你要是真娶了灵儿啊，恐怕日后也会跟着受罪。我不怕。哎呀，就听杨叔的。再说了，灵儿年纪还尚小，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纪。你先暂且留在客栈，这门亲事日后再议。果然我就是一个厨子，人家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呢？多谢杨叔收留。爹，照我说，把他留在客栈也是个吃白食的。小宁，不许乱说。姐夫，我回来了。啊，阿言回来了。哎，今日怎么这么冷清啊？嗨，这2天马匪闹得凶。李小兄弟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前辈，我们是见过还是没见过？这么快就忘了啊？没想到我们如此有缘分啊！小兄弟来此何事啊？哦，舅舅，他拿着一封信，上来就说和我有娃娃亲，要娶我。什么？竟然有如此之事啊！刀仙竟要娶我的外甥女，没想到我家还有这等机缘。就是，这种事情怎么能轻易答应呢？什么？他娶我姐，那不是癞蛤蟆吃天鹅肉？阿言啊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跟贤侄谈好了，李贤侄暂且会留在我们客栈跟我学门手艺。这娃娃亲的事嘛，以后再议也不迟嘛。这怎么能行呢？舅舅，我都跟爹说了，把他留下来也是个吃白食的，让这家伙走，爹不同意。不是，你们怎么都不同意这门亲事呢？啊？阿言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姐夫，这婚得办啊，不光要办，而且明天就得办。阿言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你不是不知道这外面有多少人想要我们的脑袋。正因为如此，小玲更应该答应这门婚事。有小兄弟在，那些人算个屁呀！舅舅，他就是一个厨子，怎么能指望他来保护我们呢？就算要找人保护我们，也轮不上他呀。哎，前辈，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答应杨叔暂时留在客栈学门手艺，婚事日后再议吧。李贤侄为何要隐瞒实力？莫非要考验姐夫？既然如此，那只能祈祷姐夫自求多福了。既然你已经这么决定了，那就这样吧。不错，明日起跟我学门手艺，这以后呢也会多一条路嘛。就你也配教人家？是。把这些菜摘好，放到厨房去。哦。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厨子？我爷爷只教过我宰牛宰羊，没教过怎么摘菜啊。不会就起开，手上绑把刀，还真把自己当刀客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，坐下，我来教你。是。看好了，你要这样拨开。你在看什么？登徒愣子，不许看！我没有，我在学习摘菜。继续。行了，过来，我教你如何解羊。哦，好。看好了啊！哎，该死！
没事吧，杨叔？杨叔，要不我来试试？就凭你？来，真会逞能，他还真以为自己比爹还强。杨叔，切好了。把他能的，不就砍了一只羊吗？李峰，你别在意啊，我爹其实还是很关心你的。我不在意。平日里你爹都教你些什么刀法呀？那个算不上什么刀法，就是屠宰术，杀一些羊啊、牛啊这种。不愿意说就算了，我还不乐意听呢。姐，要我看，他就不会什么刀法，不过杀过几头牛羊罢了。我估计啊，他见了死人站都站不稳。喂，听你这语气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刀法了得呢。我看你连只鸡都不敢杀吧？怂货！你妈谁怂货呢？谁不敢了？明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本小姐的刀法。哟，还真没看出来你有这本事啊！李兄啊，李兄，我该拿你这儿子怎么办？掌柜的，赶紧把好酒好菜都给我端上来！他妈的，快点啊！爹，不好了，是黄土狗来了！没事，有你舅舅在，他不敢乱来。你们先在这儿坐着，爹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爹，黄土狗是谁？黄土狗是当地的一个马匪，同时也是一名刀客。他平日里仗着自己会些刀法，可没少欺压百姓。不过碍于不拜刀仙的关系，就算报了官，也没有人敢管。刀客。哎呀，黄老爷，多日不见，怎么今儿有空了？他妈的，老子想来就来，怎么着？不欢迎老子？哪里，您能来，小店是蓬荜生辉呀！少废话，把你们店里的好酒好菜全部端上来。要是怠慢，是，小玲、小宁，快上来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把好酒好菜给黄少爷拿过来！是，走。贤侄，赶快去地窖啊，把最好的酒给黄老爷端上来。哦，好。黄老爷，您先喝口茶，润润嗓子。老子的马就在外面，快去好生喂养。要是出了岔子，我拿你10问。是。哼，这碍事的老家伙终于走了。也不知道黄土狗又来干什么。来吧！你这个混蛋，你放开我姐姐！去看，小娘子，老子早就想上你了。哎呀，宝贝儿！救救我姐！求求你们！你们这些畜生，放开我！混账！放开我闺女！姓黄的，他舅舅可是陈岩，陈岩可是闻名在外的大刀客。混账！陈岩是只妈宝狗，你也敢过来吓唬老子？
混账，放开他们！混账，放开他们！不自量力！哎呀！我老爷，求求你放了我女儿，放了我就是我子！再碍事儿，老子砍了你！爹，救我！小娘子，你省点力气，等会儿有你喊的。你找死！我也放你一马。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们几个，这个赏你们了。知道老大，那小子就不客气了。这小妞也是个极品的。来吧，黄土狗，你他妈就不是个东西，连孩子都不放过！黄土狗，放了我女儿！滚开！姐夫，老子等会儿让你看看，老子是不是个东西！不要！这乡里乡亲的，难道你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吗？一心懦夫！小娘子，别挣扎了，我马上让你快活快活。操你妈的！别动他！操你妈的！别动他！简直是你兄弟得救了！林父，救我！怎么，你小子想逞英雄？贤侄，此人是不拜刀仙的兄弟，那么多年从无拜祭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不许动他！我就动他了，怎么着？她是我媳妇儿。啊？哎呀，笑死个人！你说她是你媳妇儿，她又是你媳妇儿。你睡过她吧？我不管，你要动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什么？你说你不会放过我？瞅你那个怂样子，大家伙瞅瞅，看看他的怂样。黄老狗，此事与他无关，你放了他！放了他？你他妈算老几呀？放了他？说放就放吗？小子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让你先出刀，就当是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怎么，快呀？害怕了？出刀啊！你不是说她是你媳妇儿吗？啊？看你那个怂逼样子，还想娶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？你配吗你？照照镜子，瞅瞅你那个怂样子，你哪点配得上人家？立贯刀是宁玄煞，牛气冲天射天狼。立贯刀是宁玄煞，牛气冲天射天狼。集中精力，立贯刀身，宁玄煞，牛气冲天射天狼。爷，这宰牛学问如此深吗？认真学，别东问西问。哦，立贯刀身，宁玄煞，牛气冲天。老大，这小子神神叨叨什么呢？立贯刀是宁玄煞，牛气冲天射天狼。立贯刀是宁玄煞，牛气冲天射天狼。既然你不出刀，射天狼，那就去死吧！气冲天射天狼，是宁玄煞，气冲天射天狼，是宁玄煞，冲天，气冲
圣天狼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只是一个厨子。厨子？怎么会有如此的刀法？这就是你的刀法？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刀法，还妄想英雄救美？难不成李峰也不是他对手？快放了这孩子！滚开！李小兄弟拔刀了，你们死定了！还在痴心妄想，等下连你一块剁了！完了，老杨家这次怕是完蛋了。这小子要是想找死，可别把我们拖下水。老大，怎么处置这小子？要不把他的头砍了，挂到镇口上，让这些乡野村妇看看得罪黄老爷的下场。住嘴！我们走。老大，就这么走了？走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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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死了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完了，杀了黄土狗，我们死定了！完了，不败刀仙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小子，你居然杀了黄老爷，死定了！那又怎么样？这是他自找的，有什么事尽管冲我来。赶紧走，我们不是这小子对手。走！来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完了完了，他杀了黄土狗，惹了祸，我们死定了！不败刀仙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咱们今夜过后天下安生了。刘寡妇，平日里黄土狗没少欺凌你们，现在李峰替你们除了这个孽障，你们却不知感恩。感恩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黄土狗和不败刀仙那可是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这下整个江夏镇都得被这个臭小子给连累了。不败刀仙赶来，就连他一起上。就他这个小毛头，拿什么跟别人斗？从今天开始，李峰，你不再是一个厨子，而是一个真正的刀客。这小子就是个毛头娃娃，根本对付不了不败刀仙呢。你好了，阿言，别再胡说八道了。趁着不败刀仙还没来，赶紧带上这孩子走吧。不许走，他不能走。他要是走了，不败刀仙找谁算账去？你何必要为难一个孩子呢？他不走，不败刀仙岂能放过他？我不管，总之不能让他跑了。不能让他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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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让他走！都给我住嘴！是我杀了黄土狗没错，但我不会跑，我会负责到底。但只要我在江夏镇一天，杨家就是我罩着的。谁胆敢对杨家不敬，别怪我手下无情，都给我滚！前门是走不了了，阿言，你带着他从后门离开，还有你们也跟着一块走。杨叔，我不走。胡闹！你不走，我怎么跟你爹交代？黄土狗是我杀的，我不能丢下乡亲们逃了呀！你以为你杀个黄土狗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？10个黄土狗也不及不败刀仙。此言差矣，或许小兄弟真能对付得了他。阿言，他胡闹，你也跟着胡闹。爹，李峰或许真的能打败不败刀仙。灵儿乖乖听话，照顾好你妹妹，爹会替你们挡住不败刀仙的。爹，阿言，带着他们赶快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能丢下江夏镇的乡亲们。我爹从小就教我为人要仁义，所以我不能走。你以为你留下就能对付得了他吗？你有这个能耐吗？他真有！你闭嘴！这人便是不败刀仙。
正是，这下谁也走不了了。是谁杀了我的兄弟？给我滚出来！嘿嘿，他妈了个巴子的！哎呦我的天！哎呦你们呐！大人，你就是这客栈的掌柜的？正是在下。老子不跟你废话，赶紧把人给我叫出来，不然不仅你们整个客栈，还有整个镇子的人全都得死。大人，这个事情呢，他是个误会，人真是我杀的，跟那孩子可没关系。人是你杀的，就是你杀的。就你这种货色，我把你弄到山寨门口，拴条狗都比你强。你还有那能耐杀我兄弟？大人，这个人他真是我杀的。妈了巴子，给你脸不要脸！哎，爹，杨叔，爹，你们来干什么？快给我回去！大哥，就是他杀了黄老爷。是你杀了我的兄弟？嘿嘿嘿，这长得细皮嫩肉的，还真是个孩子。大人，有什么事您就冲着我来，他还是个孩子。冲你来？那我得先解决了他，才能冲你来。这就是顶级刀客，黄土狗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要动他，你就先杀了我。老东西，你不自量力！老子就先解决了你！杨叔，奸夫，快走！阿爷，爹，你个死胖子，你好碍事！我先解决了你再说。陈叔，舅舅，阿爷，小凤，快带着他们一块走。杨叔，我不走。爹，我们不走，我们要死也死在一块儿。老子说了，谁也走不了。我和你拼了！爹，烦死了！我说了，谁都走不了。这是因我而起，有事冲我来。你兄弟是我杀的，别伤害其他人。刚才我还是看错你了，小子有胆气，我敬你。但是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今天你必须得死。老子给你一次拔刀的机会，你给我滚犊子吧你！爹！毛头小子！怎么办？对了，爹给的盒子。儿啊，记住了，这个只有在陷入绝境的时候才能打开。儿啊，戴上紫面具，你便可天下无敌。这就是爹给的底牌。真的有用吗？小子，腿软了，站不直了。事到如今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说小子，你什么毛病啊？扮鬼吓唬老子！这娃娃怕是给吓傻了吧？谁让他多管闲事？杀了黄土狗，不拜刀仙，能放过他吗？疯了！这也许是李小兄弟的一个癖好而已。难不成你怕了？你想笑死老子！你以为你戴个破面具就天下无敌了？我不管你戴什么破面具，我照杀！把眼前之人当做牛马，妈了个巴子！带咱的牛马，你个王八蛋！你在那嘀嘀咕咕，你跟我说什么呢你啊？牛马！这股刀气是怎么回事？只是个牛马，看到一丝恐惧。是个牛马，一定是幻觉。他只是个牛马。这刀法是精神道诀，这怎么可能？
大剑输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他竟然一刀就镇压了不败刀仙，没想到这样的麻子，竟然是我杨家的女婿。难不成先前他一直在藏拙？你成功了。其实这力量不属于我。哎呀，小兄弟，你谦虚了。这小子还真赢了不败刀仙了。哎呦喂，这么多年不败刀仙从没失手过。是啊是啊，这小娃子竟然就这么赢了。不可能！10年了，我都没有输过，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毛头小子？而且你还会是什么破绽刀法？分明就是清玄刀诀，莫非他就是李维之的后人？金刀彪，你输了，我们的账是不是该算算了？李大侠，各位大侠，这都是误会啊！我只是一时被我兄弟的死冲昏了头脑啊！你也有求饶的时候。就是，刚才不还很嚣张吗？那是我先前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如今我保证，绝对以后再也不敢打扰诸位了。沈之，你怎么看？我方才展现的一切都是这面具所给，我爹没说清楚他到底能持续多久。若是金刀彪死拼死抵抗，指不定会出什么差错。你走吧，从今往后不准再踏入江夏镇半步。多谢李大强饶命。李治的后人，朝廷通缉的重刑犯，待我禀告朝廷，你就等死吧。走。哎呦，这你看看，走。李大侠，当初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还请你不要计较啊。是。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快请起！哎，主人，快请起！我李峰受不起这个大礼。哎，李大侠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金刀彪在这片方圆10里的威名啊，他时常过来掠夺村寨，让我们寝食难安呐。是啊，老乡放心，以后金刀彪不敢再来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你们放心，只要有我李峰在，保准让你们相安无事。谢谢李大侠。好，二老刀法卓越超群，在下也是十分钦佩。此言差矣，正所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呢。姜老谦虚了，以二老现在的实力，现天下谁能与二老为敌？不，我等还称不上天下第一，不过超越当年的李维之，那是绰绰有余啊！报！太子殿下，门外有一流寇，自称是金刀彪的求见。流寇之辈也敢来姑的府上，不怕被姑关水牢里吗？算了，让他滚吧，别耽误姑招待二老。金刀彪说是有重大要事求见，再怎么重大，难不成大过二老？太子殿下，还是让他进来吧。若是要事，免得耽误了时辰，我等在一旁等候便是。既然姜老给面子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你有何要事禀报？今日在下撞见了有人施展清玄刀诀，此人恐怕便是李维之的后人。你当真确定是燕北余孽后人？太子殿下，千真万确。哼，太好！父皇苦寻北境燕北余孽多年，现如今终于有下落了。殿下，是李维之的后人，需不需要我等出手？不，最近姑习得不少新刀法，正好找他练练手。若是姑有事，便有穿云箭给二老传令。是。明儿带上王凯，让他同姑一同会会这李维之的后人。是。李峰啊，李峰，这回看你怎么死！这也算是为父皇了却了一门心事。
李峰，哦，你的伤还没处理呢。哦，不用麻烦，小伤而已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胡说，万一感染了怎么办？你先坐好。哦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忍着点儿，药有点凉。嗯。今天谢谢你，在我怕的时候喊我。我知道，你不是懦夫，你只是没准备好而已，对不对？你爷爷教你的刀法，真的只是用来宰牛羊的吗？我爷爷说做饭的刀法也藏着大学问，其实我也没有想到能拿来救人。不管是宰牛羊，还是救人，你都很厉害。舅舅，你看他俩是不是怪怪的？嘿，小孩子家家别瞎看。哎呀，女大不中留啊！吃饭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了。你也来。女大不中留啊！不好了！什么事儿？看把你急的！大事不好了，是金刀镖！慢点说，怎么了？金刀镖又带人杀回来了，现在就在江夏站口堵着呢。什么？他奶奶的！昨天就不应该放那个秃驴回去。走，看看去。走。李大侠，李大侠，救命啊！老乡，你没事吧？李大侠。金刀镖不守信用，太卑鄙了！你先回去吧，剩下的交给我啊！李大侠，替我们报仇啊！金刀镖，昨日我本心善放你离开，没想到你还敢回来。心善？我可没硬让你把我放了，是你自己蠢，把我放走的。你卑鄙无耻！小妞还在这儿，那今儿晚上不寂寞了。金刀镖，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如你的愿。小子，口气挺大。他就是你所说的那孩子呀，看着甚是年轻啊。你确定他就是李维之的后人？正是，太子，你可别小瞧他。这小子表面上天真无邪，实际上，阴得很。此人为何会如此熟悉？杨叔，你认识他？一时想不起来了，但他的穿着显然不简单。田道彪，别以为你今天带了人，我们就没法收拾你了。我找人调查过，你不过是一个三流的刀客，也敢如此狂妄。秃驴啊，我有狂妄的资本。怎么着，能打得过我兄弟吗？
你就知道狗仗人势，有种没？有种跟老子单挑！能群殴，何必单挑呢？更何况我兄弟会和你单挑的。金刀彪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江夏镇的老乡？放过？老子连你们一起杀，到时让那群乡村野妇一同陪葬。哎呦呵，有种你过来跟我兄弟切磋切磋呀！啊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！太子，这小子屡次三番的挑衅，还请爷给小的主持公道啊！王凯，上去试探一下他的底细。在下王凯，竟然是人间榜排名20的嗜血刀客王凯。人间榜是什么？能上人间榜的都是人中豪杰，强如金刀彪之类的，只不过是排名第97。王凯强他10倍，没想到金刀彪居然能把他给请来。什么人间榜第20啊？有我李小兄弟在，照样打。两兄弟，让他们开开眼。我说老金，这小子连站都站不稳，他娘的是怎么输给他的？凯爷，兴许您太强了，这小子吓得腿都软了。这李峰能对付得了金刀彪，可不一定是这王凯的对手。爹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可知道这嗜血刀客的称号是怎么来的？那是在一夜之间血洗了100人呢。那李峰岂不是有危险？哎，莫慌，就算有100个王凯，也不够我兄弟砍的。小子，老子也懒得跟你废话，拔刀吧，早些结束，老子也早些回去喝茶。哎，稍等，把他当做牛面马。具？你以为戴了面具就不用死了？他就是牛马，是牛马，真是个笑话。等一下，你可别像金刀彪一样抱头鼠窜。死婊子，你说什么呢？牛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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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马！小子，你他娘敢骂我，找死！这股刀气竟然让我如此恐惧。这什么呀？这难道王凯都不是他的对手？果然是燕王之后，他的天赋不弱于他父亲。依我看，嗜血刀客也不过如此。李峰好样的！看来王凯不是他的对手，还需不亲自出马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凯爷可是人界榜上游的存在，这难道那副面具有问题？他就是靠了这副面具赢得老子的！凯爷，摘他的面具！面具！啊，面具！果然有问题！你他妈小子你个使诈！啊，面具！想要面具，门儿都没有！好啊，果然是这样。先前要不是这副面具，他根本赢不了老子。这面具竟有如此功效，可为何姑之前从未听过？坏了，这李峰竟然要输了！快还击啊！难道他的刀法都来源于那副面具？不，绝不可能！梁兄弟，你何须怕他？哪怕没有那面具，他也不是你的对手。没有那副面具，我做不到。小子，直接杀你算便宜你了。我还以为这孩子能有多厉害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。爷，你什么意思？看样子这孩子比起他父亲李为之还相差甚远，不配让姑出手。将他擒拿，交与姑。小子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可惜呀，这小娘子可就浪费了。没事，我会替你好好享受一番这天伦之乐。你不许动他！小子，你死到临头还敢跟我狂！这刀法莫非是？不许动他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分明没戴面具，竟也有如此力量。莫非，爹，这是您给我的考验？
怎么可能？方才的出刀如龙，我竟看不清他的路数。果然是燕王一脉的清玄刀诀，这刀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这怎么又变强了？这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没戴那副面具。李阳兄弟，好样的，干掉他！这股刀气，他竟然真的继承了李兄的刀诀。果然是燕王一脉的清玄刀诀，刀出如龙，招招致命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一个毛头小子？小子，你他妈绝对是诈！没道理啊！我这都是一些砍瓜切菜的刀法，怎么变这么强了？砍瓜切菜，你他妈竟敢羞辱老子！去死！你的刀好慢，我竟能看穿他的刀法路数。什么？竟如此轻松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小子，这是你逼我的！这可是侃爷的绝学嗜血刀技，哪怕是人界榜第一来了，他也得掂量掂量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不，这世上没有任何刀法绝学能比得过清玄刀诀。小子，能死在我的刀下，也是你的福分。我输了，我竟然输了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把侃爷给杀了！他没有戴面具啊！嗜血刀客就这么死了？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那是，你救救我，何时看错过人啊？贤侄，你先前不是说你爹和你爷爷没教过你刀法吗？可是你刚刚使出来的分明就是清玄刀诀呀！啊，是吗？可他们告诉我，这就是厨子用来砍瓜切菜、宰羊宰牛的刀技罢了。或许一开始他们就在考验我。其实你爹他们说的没错，对于你来说，砍任何人跟砍瓜切菜那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他们是在骗我，这是为何？过来告诉你为何！太子，你得为侃爷做主啊！这小子杀了侃爷，那就是在打你的脸呐！滚开！小子，赢了姑，姑就放你走。此人阁下是当今太子？什么太子？当今圣上的大儿子？正是。太子殿下虽然不在人界榜，但是他那两位老师乃人界榜数一数二的存在。我与阁下无冤无仇，为何要帮金刀镖？砍刀！竟然太子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太子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果然是李为之之后。我苦修多年，竟然还不是对手。你认识我爹？哼，何止是认识，我们是老相识了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他竟然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孩子。可是啊，今日燕王一脉怕要绝后了。太子殿下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我们赢了，就可以放我们离开。有人听到吗？没人听到。金刀镖，进！只需片刻，姑的二位老师便会前来。你们谁也别想走。人杰榜第一、第二，难不成是天下第一、第二的江涛和柳琛吗？贤侄，我们必须马上离开，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。走什么走？不就是一个江涛，一个柳琛吗？阿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当真以为李贤侄是天下无敌吗？哪怕当年北境燕王李为之也不是二老的对手，更何况是你这个小娃娃，连我爹都不是他的对手。陈叔，我们还是低调点，先撤吧。不就是两个老不死的吗？拿去他们！
是谁这么大口气啊？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刘老、姜老，二位长老来了，就是这小子，他杀了太子殿下。啊，有这种事？我倒要看看，是谁这么大胆！哟，是你啊？怎么，二老认识他？太子殿下，这便是陈岩。您不是要找李维之吗？他定当知道李维之的下落。不用麻烦了，燕王之后在此，有他在，就不用担心找不到燕王。燕王之后？谁是燕王之后？我便是燕王之后，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别打我爹的主意。前辈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还请您原谅。对，他就是燕王之后。闭嘴！他妈，就你闭嘴听不懂人话。刘老，这是何意？你闭嘴！前辈，刚才是小的有眼无珠，刚下来的时候头发遮眼睛了，没看见您，您多见谅。什么？什么？二老这是做什么？二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给这臭小子下跪了？臭小子！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敢对前辈不敬！姜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闭嘴！若不是看你是当今太子，我连你一块打。没错，还不赶紧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贤侄，你是如何认识姜老和刘老的？我不认识他们，或许是他们看在我爹的面子上，所以才替我们说话。原来如此，那一切便能说得通了。二位好自为之，走。老姜，咱得罪了殿下，到时候万一圣上怪罪下来，你糊涂啊！以你我这一身本事，天下之大何处去不了？不管是去大魏国，还是去南国，我们都是当爷。但是得罪这位爷，我们现在就得死。姜老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前辈还有何事吩咐？没事了，你们先走吧。若是前辈需要帮助，我等随时愿效，犬马之劳。刚才就不应该放李乾和金刀彪走。他们是朝廷的人，得罪了他们，就等于和朝廷作对。但是听李乾的语气，他也不会轻易放过此事，也不会放过江夏镇。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杨叔，那位太子为何认识我爹？此事说来话长，真相还是由你爹来告诉你吧。我爹他连刀法都对我隐瞒，也许他们另有打算。是谁？小风，你的刀又快了几分。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不欢迎我们啊？爷爷，李老爷子，李兄，好久不见。杨兄，这么些年一直想找你叙叙旧，碍于朝廷，只能东躲西藏的。是啊，我理解。爹，我刚刚见到了李乾，那位当今太子。什么？这当今圣上到底和我们家有什么关系？为之，你别为难了，是时候该告诉小妇真相了。爹，当年你落下残疾，是他们害的。是，当年要不是你爷爷拼死带我杀出重围，我早就成为他们刀下的亡魂了。之所以一直瞒着你，是怕你年纪小扛不住，也是怕你一心想着报仇，走上跟我一样的路。还有一件事，不能再瞒你了。其实，当年你娘并非病逝，而是他们为了逼我交出燕北兵权，而我未从，他们便屠害了你娘啊！什么？他们竟连我娘都不放过！李峰，
你别激动，先冷静一点。让他们血债血偿！小风，站住！孩子，你莫急。爷爷，他们害死了我娘，把我爹害成这样，我怎么能不着急？我要去京城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京城是他们的地盘，你这样单枪匹马去，就是送死。风儿，爷爷不让你学杀人技，那是因为担心你手上沾了血，就再也回不到当初。但是爷爷现在想通了，有些债必须还，有些结必须解。若你真的决定了，爷爷不拦你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。爹，爷爷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可这仇必须报，不是为了逞能，为了我娘，为了你们，也为了那些死去的燕北旧部。贤侄，你爹当年救过我一命，这个恩情我铭记在心。现在既然你要去京城报仇，那就算我一个。我虽然本事不如你，但是多个人多份力嘛。还有我，想当年我是江湖上混过的，对付几个小兵小卒，那还是没问题的。我和我姐也去，多个人多份力嘛。我跟你爷爷身份特殊，不便前去，但是这么些年，我一直在暗中联系那些燕北旧部，是时候召集他们一起滴血前耻了。哇，这便是京城，好热闹啊！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怎么这么多人？京城在举办刀客大会，全天下优秀的刀客都来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站住！进城干什么的？我们是……腿脚能不能利索点儿？快点走啊！吵什么吵？找死啊你！长官，我们是来参加刀客大会的，就跟着他一块儿进去，不许乱跑，否则按朝廷律法处置。对，我们是来参加大会的。我们没有通行证，先跟着他进去再说。等会儿，这个地方看着不太对劲，我们还是先出去吧。站住！大会结束之前，任何人不得提前离开。我们不走，先静观其变。没见到李由成之前，还不能太招摇。这是你们几个的牌号？我是2号。我是7号。这东西干什么用的？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他就是李由成。这人大胆！你是何人？为何见了皇上不拜呀？我这小兄弟他脑子不太好使。先等等，这么多人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，再忍忍。你现在出去，只会让场面更混乱。奴家宣布，此次刀客大会正式开始，胜者方可进宫加爵。父皇，李维之他还活着。不要着急，慢慢说。李维之不仅活着，而且他的儿子继承了清玄刀诀，能力远在我之上。什么？陛下何故如此愁眉不展？前些时候，钱儿告诉朕，有了李维之的线索。陛下何必多虑呢？李维之就算没死，现在也是残废了。
翻不起什么大浪。他那个儿子就算再厉害，也是孤身一人呢。如今天下刀客都唯你马首是瞻，他那个儿子赶来，保证让他无法活着走出京城。此话倒是不假，即便再强，也难独挡天下刀客。张征山不愧为声名远扬的大刀客，刀法如此了得，看来不输江涛、柳琛呢。谢陛下赏识。张征山是人杰榜第3，他来参加这个刀客大会，这个魁首怕是没有悬念了。谁说的？我李小兄弟还没上台呢，我李小兄弟人杰榜第1、第2，但都打败了，何况那第3？切，这里是京城，吹牛逼也不看看什么电影。下一个，谁是2号？给老子滚出来！你看这张征山的威慑力有多大，都没人敢吱声啊！陈叔，你就是2号啊？我是2号吗？别浪费时间，赶紧上去！我不是2号。我不是2号啊！我不是我不是2号啊！你是哪路货色？怎么从未见过你？我其实不是刀客，我这就下去啊！站住！上了擂台还想下去？好啊，我有一个办法，送你下去。真是，怎么怕了？陈叔，加油啊！你可以的，别让他瞧不起你。我是你啊！少废话，拔刀吧！肯定能打败的。此人是谁呀？刀法杂乱无章，一看就是个3流刀客。此人兴许是人杰榜上的末流之辈，不值一提。张征山这会儿正好在兴头上，兴许会杀了他。不过也好，我们期待一出好戏。刀客大会也是你们这些臭鱼烂虾来凑热闹的，现在就让我送你下去。不好，这是要下死手了。这不是比武吗？那舅舅岂不是有危险？很好，杀了他。今日你就是我第1个刀下魂。怎么可能？没事吧？陈叔，你下去休息。走。此人是谁？竟能挡住张征山的刀？你是谁？在下李峰。7号，没轮到你上场呢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见阁下刀如风，便想赶紧上来，好好领教一下。你可知道我张征山的威名？刚听说，不过人杰榜在我看来都是一群阴险鼠辈，你不行。这是哪里来的无名小辈？未免太猖狂了！这年轻人很猖狂啊，也就躲过张征山一刀，就敢口出狂言。是啊，陛下，这种人呐，一会儿就要后悔了。哪来的无名小卒？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。一会儿我就让你替他去死。看来是吓傻了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这种人啊，死了也是活该呀。怎么可能？什么？竟然全部躲过去了！你的刀太慢了。
山输给一个毛头小子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能一上人间榜第一？我输了。就这，也敢自称北域第一刀客？年轻人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你刀法不凡，朕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？你上台来，跟我比一场，我就告诉你。你大胆，敢违抗龙威，你几个脑袋都不够你掉的！年轻人，不要以为你赢了张征山就天下无敌了。朕虽然不在人杰榜，但并非羸弱。圣上的刀法早已冠绝天下，超脱世俗，就连当年的李维之都不是对手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，当年李维之是遭小人设计才败的，可不是光明正大被打败的。你放肆！大人呐！先知小心，这李由成的亲兵不亚于人间榜上的刀客。姐夫啊，你多虑了，这些人还不够李小兄弟打的呢。朕不知道你从哪儿听说的闲言碎语，但以你的刀法，现在还不配与朕同台。将这个贼人拿下！一群废物！狗皇帝，有种就下来，与我一决高下！既然你一心求死，那朕就满足你。是，宝刀拿来。是。圣上这股刀气，不亚于当年的李维之啊！传闻，圣上早已超越李维之，是北域名副其实的第一刀客。什么江涛、柳琛、张征山，全部都是表面的排名而已。多年不见，没想到李由成的刀法竟已到了如此地步，远超当年的李兄。爹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李峰是他的对手吗？这还用问？区区李由成在李小兄弟面前，不过是水中浮油罢了。舅舅，你也太吹捧他了。你不知道，我第一次遇见他的那种震撼感。当年你就用手里这把刀，背叛了李维之。你对当年之事似乎很了解，你是他什么人？仰慕者。你赢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无所谓了，朕杀了你，他也会下去陪你。躲过去了。在我眼中，你和他们别无二样。狂妄！先知刀法恐怕早已超越了他的父亲，简直是难以置信啊！这怎么会这样？我竟被他牵着鼻子走，这孩子，莫非他是？可这刀法绝无可能是。陛下，陛下！方，朕完全看不透你的刀法，你的实力远在朕之上。到底是谁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，你便知道我是谁。绝不可能！台上这小娃娃到底是谁？年纪轻轻，刀法造诣竟如此深厚。这刀气，怕是要超越当年的李维之啊！不，这是清玄刀诀。什么？这小娃娃竟会清玄刀诀？当年李维之身负重伤隐退后，并无传人呐。是李维之的儿子。不对，李维之身负重伤，退隐江湖，不可能有子嗣。燕氏一族早都绝嗣了，你肯定是贼人伪装，是混淆视听。隐退江湖，
那不过是你企图谋害我爹的借口。当年我爹被你污蔑和李乾所陷害，若非我爷爷他老人家拼死相救，恐怕他早就已经生死道消。今日我便是要让天下人看看，你这个帝王究竟是何等伪善！诸位，这件事情我可以作证，确有此事。什么？竟然还有此等事情？要知道，当年的李维之已是名传千里的侠义之士啊！难怪这小娃娃的刀法如此霸道，原来是李大侠的后人。这圣上当年怕是做了亏心事啊！小心被清兵听见，这清玄刀诀怕是做不了假，此事怕是要翻天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逆子拿下！朕看他是得了失心疯，竟敢冒充燕王之后。上！护驾，快来护驾呀！拿下我！当年你能害死我父亲，今日未必奈何得了我。李由成，今日我不为滥杀，只为问你一句：当年我李家究竟为何遭你毒手？你别过来！自从父皇病重后，一些外戚王侯变得如豺狼一般，拥兵自重，你也不例外。要怪就怪你们燕王一脉所图过大，你不死，我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不是我，是你们燕王一脉自持功高，意图谋反，朕是为了替天行道。胡话，都是些胡话。李由成，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？当年可是李兄助你登上了这龙椅，他若是叛变，可是等到这时，是朕做的又如何？这世道本来就是成王败寇，我不杀他，如何坐在这龙椅之上？承认了，朕认了又如何？我杀了你！陛下，太子来信，在江夏镇发现燕王旧部踪迹，现派遣10万大军围剿。你说什么？你还真当朕是软柿子呀？朕早就派太子去江夏镇了。你爹如何对付我的10万大军？卑鄙，枉为帝君！年轻人，你将这视为卑鄙，那世间再无人君。来人，拿下！你们先走。好，快走！爹。陛下，他们跑了。无妨，区区的一个小娃娃，朕迟早拿他祭天。李丰企图弑君，罪大恶极。来人，备马车，召集大军去江夏镇，捉拿燕王余孽李维之、李一宗、李丰。是。李维之啊，李维之，朕当年能收拾得了你，难不成还收拾不了你的孽子？没路了。我不行了，太累了，一夜没睡，我们歇一会儿再去吧。不行，我爹和爷爷虽有燕王旧部的军队，但肯定不是朝廷军的对手。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可以赶在他们之前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如果有一条船直接过河，这样就能省去很多的时间。舅舅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要是有船的话，我们又何必在这儿呢？我不行了，我太累了，我真走不动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算到了江夏镇，我们也没有力气救人了。是啊，贤侄，我知道你心切，可若再不休息一会儿的话，即便是到了那边，咱们也无一战之力呢。可以啊。行，那就在此处休息一个时辰。哎，我没说休息。你刚才说可以。是啊，李峰，要是再走下去的话，身体就撑不住了。我知道，我可以用手上这把刀在河上开出一条路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河了。什么？你没在开玩笑吧？是啊，贤侄，这个想法未免有些太异想天开了吧？你小兄弟说行，那肯定行。你们后退。
李小兄弟果然厉害，我都说了吧，李小兄弟的刀法冠绝天下，这点小事根本不在话下。一刀就劈开了河道，我活了这么多年，闻所未闻呐！有他在，就算是有李由成的千军万马，他也不敌呀！哎呀，此等贤婿，竟然是我未来的女婿！我之前还如此对他，我真是该死！李峰，你这招也太帅了，一定要教教我。我也要学。我就是随便劈的，没想到真能劈开。哎，杨叔，现在河已经劈开了，我们接着赶路吧。哎，事到如今就别叫杨叔了啊，咱叫爹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。爹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还没有成婚呢。爹，你之前可不是这副嘴脸。哎呀，那是为父之前对贤婿的考验。那您是同意我跟小玲的婚事了？这是自然的，等解决了李由成，你们就成婚。行了，咱们先回乡下。好，走。陛下，这会不会是李峰所留啊？刀气冲霄，河水皆颤，这刀法没有几十年沉淀，绝对做不到。这并非是李峰所致。没想到这小小的江夏镇，竟还有此等高手。陛下，您不必担心，大部队已经在江夏镇附近埋伏，不管是谁，保证一除后患。好，那日刀客大会的那些刀客怎么样了？陛下，为了防止他们在外污蔑您的名声，小的让人把他们都杀了灭口。做得好，走去江夏镇。是。老家伙，无路可退了吧？哦，哼，你是说我们呢，还是你自己啊？胭脂，好久不见啊！李维之，你果然还活着！哎呀，托你爹的福，当年我侥幸活了下来。我们早就料到你会带人折返回来，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。你呀，当真是太心急了。哼，还不是你儿居心叵测，带人大闹刀客大会，害得我父皇当众丢了脸面。看来小峰这小子干得不错啊。区区燕北余孽也敢口出狂言，杀了他们！呀！太子殿下，他可是李维之啊，当年的燕北第一刀客呀！懦夫！他现在就是个死瘸子，快动手！来呀！呀！又是两个该死的燕北余孽！拜见燕王。二位长老，快请起。燕王殿下，我与二长老在得知要收拾李由成之辈，便毫不犹豫地赶了过来。没错，对付这狗皇帝，我等义不容辞。你们这些燕北余孽，果真还活着，看来不虚此行啊！参见父皇。参见父皇。参见皇上。没想到能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见到燕王，还真是让人意外呀！燕王，你好像脸色不太好啊。面对一个曾经诬陷、祸害自己的小人，谁心情能好？哎，此言差矣。朕之所以这么做呢，也是为了天下苍生。若是没有朕，这天下指不定乱成什么样子呢。哟，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哟，您还活着呢？看来当初那一箭没把您射死，还挺难杀。切，没砍了你这狗头，老夫岂能躺棺呢？哎呀，您好歹也是皇亲国戚，按理说我得叫你一声皇叔，但是朕身为天子，你这么对朕说话，
不怕遭天谴吗？呵呵，老天只会杀小人歹人小歹人，老夫可不是。殿下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先杀了他们，以解我们心头之恨。这怎么可能？没想到过了这么些年，你的刀法倒强了不少。哼，那是，朕现在可比你这死瘸子强多了。吃老夫一招！皇叔，你现在命数已尽。不许多疑！爷，小风，你来啦！你们没事就好，先去休息吧。小子，你终于肯出现了，朕还以为你怕不敢来了呢。哼，我先前就赢了你，怎么会怕一个手下败将呢？狂妄！李峰是吧？你这名字起得太过于平庸，一点不像我们李家的名字。按理说，你得叫朕一声二伯。我可没有你这么畜生的亲人。哎，可别那么说呀，咱们可是血浓于水呀。父皇，还请让孩儿与他过两招。去吧。是。小子，之前是本太子大意，才让你侥幸赢了一回。今天本太子定要让你吃苦头。不自量力！你敢羞辱本太子！李乾，我劝你别自讨苦吃。就你那点刀法，在我李小兄弟面前，那只是三脚猫的功夫。找死！这怎么可能？父皇救我！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尿裤子啊？就是，羞不羞啊？我说了，你不自量力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下去！来人，放箭！啊！李峰，小心！李峰，小心！不要担心，这点毛毛雨而已，这是挠痒痒。是吗？那这回呢？我靠！万箭齐发，这是要下大雨啊！这周围埋伏了10万大军，这回看你怎么死！雕虫小技！什么？不信你还能拦？放箭！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的刀法已经返璞归真？不，这绝无可能！乱臣贼子，竟敢杀害朝廷禁卫军，你可知自己犯下了大错？那是你的朝廷，不是我的。更何况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他们要是去了阎王那儿，恐怕也会告你们父子2人的状。哼，无妨。你刚才只是杀了区1000人罢了，而朕有10万大军，现在就潜伏在江夏镇外。只要朕一声令下，就可以踏平这儿。你们现在求饶还来得及，我不介意给你们一个痛快。李由成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如此阴险狡诈。燕王啊，燕王，你要是好好的待在山沟沟里面，不出来作乱，何必落得如此下场呢？你要不死，我怎么
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燕北弟兄？我如何面对阿瑶？当年要不是你，我们又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那是你们活该！谁让你们燕北的势力在朝中盘根错节？谁让你们屡获战功？不用跟他们啰嗦了，现在就让王将军带兵进来。来人，传王将军。是。皇上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有敌袭！出事了，皇上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有敌袭！慌张什么？站起来说！啰嗦什么？快说，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燕北余孽，是燕北余孽，他们派了2000铁骑进来，袭击了我们军营，王将军战死，现在外面全乱了。什么？李维之，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。爹，这些年你真当我是一无是处啊？我日日夜都想着复仇，一直在暗中联系那些燕北弟兄，这些人就是我燕王一脉最后的底气。爷爷，我爹的这支军队当真如此厉害？那是必须的。燕王铁骑在朝廷有史以来最强的精锐部队，是我们燕王一脉多年培养的精英啊，一骑当十啊！更何况现如今朝廷那些所谓的10万大军，无非就是些没有上过战场的乌合之众罢了。父皇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说，陛下，燕北的2000铁骑袭击了军营，将军们自知不敌，现如今已领着残部撤离了江夏镇。废物！朕的援军呢？陛下，如今邻省军队都已调往此处，现已无人可用啊！废物！李由成，你认了吧，这次你败了。朕的10万大军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，杀了朕的10万大军！你可知你犯下了大错？一开始就是你的错，而非我和整个燕北。你屠杀我朝廷大军，你可知你这是犯了谋逆大罪，天地难容！你若是再不缴械投降，下一个倒在外面的人就是你。当朕是懦夫，3言2语就想吓退朕。小心！太子，救我！废物，偷袭都干不好。看来你们都想试试我这清玄刀诀的威力。自投为阳，他的清玄刀诀只怕在当年的李维之之上。二人，去把玄铁卫叫来，贼人李丰在此，让他速来支援。玄铁卫是什么？玄铁卫是朝廷最精锐的存在，个个都是以一当百的高手，尤其是他们身着玄铁制造的铠甲，普通的刀法根本破不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没有啊，普通的刀器或许破不了玄铁卫身上的废铁，但不代表我不行。竟敢如此狂妄！我的好侄儿，这玄铁卫的铠甲，即便是当年你父亲也破不开，哪怕你再强，也绝无可能。识相的就束手就擒，到时候被玄铁卫拆了骨头，可别怪我们没有给你机会。机会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。快杀了这小子！姐夫，你别急，你忘了这李小兄弟连河道都能劈开，更何况这几枚废铁，那对李小兄弟来说，那就是杀猪的铁架子。没错，小峰现在的刀法比我还要厉害，就这些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哼！好，不愧是老夫的好孙子，拆了这几堆烂铁。老家伙别得意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好孙子能撑多久。
玄铁卫耐力无穷，耗也能把他耗死。耗，没必要。这就是清玄道诀10层的威力。什么？清玄道诀第10层？不，这不可能！饶是你当年也只是第1层，他第10层。刀气冲霄，河水皆颤，这刀法没有几十年的沉淀，绝对做不到。那个人是你，是你！刀气冲霄，河水皆颤，那道刀气是你所留。你说河边那道刀气，正是我所留，怎么了？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现在后悔了吧？晚了，老皇帝，龙椅坐久了，要换人了。给我杀了他，快！我就说吧，李小兄弟的刀法天下无敌。玄铁问，在李小兄弟的面前，那就是3块待宰的肥肉。李峰，你这招也太帅了，一定要教教我。对，还有劈开河道那招，我也要学。其实是爹和爷爷的功劳，都是他们教我的。好风儿，不愧是爷爷的好孙子。一刀，就真的一刀，玄铁卫变成血雾了。就这几块烂铁，岂能抵挡住10层清玄刀诀？李由成，你也太天真了！现在该知道怎么选了吧？是缴械投降，还是我用刀亲手割下你的脑袋？李大侠，这事儿跟我无关的，我从未害过你爹，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儿。闭嘴！你，刘成，在你当年决定谋害燕王府的时候，当年逼死我娘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你别过来！这一切都不是朕的主意，是李乾，是他怂恿朕说除掉你爹。他说留着燕氏一族，迟早是祸害。父皇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当年明明是你害怕李维之兵权过大，才故意陷害他的，我只是帮你执行而已。就是你怂恿的，是你主谋的，就是你！别忘了，最后登上皇位的是你，而不是我。我做了这么多年，到现在还只是太子储君。听到没有？站住！想跑没那么容易。这些年，你和黄土狗害了多少百姓？现在想跑没那么容易。金刀彪，你手上沾了多少人的血？今天也该算算了。这事儿跟我无关的，都是太子，是李乾，是他让我这么做的。我这些年搜刮的钱财都进了太子府的钱库里，我一分也没多拿。对呀，小人就是一个太监，一个无根之人，那些事全是这个狗皇帝做的，跟我们没关系啊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，狗东西！朕平日待你不薄呀！呸！平时对我们非打即骂，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。你个狗皇帝！狗东西！狗皇帝！狗东西！狗皇帝！狗东西！快跑！你们吵够了没有？今天不管是主谋还是帮凶，谁都别想离开这儿。阿瑶，我没有辜负你当年的期望。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，他不再需要我的庇护，完全可以独当一面。娘，我来看您了。当年害您的人，我都给您带来了。给
给我跪下！李峰，当年害死你娘，那全是李乾的主意。这也只是被蒙蔽了。你放这一条生路，这把皇位给你，让你掌握天下之大权，好不好？你又栽赃我！你又栽赃我！当年是你说刘氏知道太多燕北旧部的下落，留着暗示，才找人给他下毒的。我只是帮你找了下毒的人而已。你混账东西！你敢污蔑朕！你还当自己是皇帝吗？你现在不过是阶下囚！你们吵够了没有？当年阿瑶待你们不薄，没想到却换来你们的背叛。果真是自古无情帝王家呀！为了权力，为了天下，你们就可以牺牲一切。魏志，不，燕王，我知道错了。当年是我们背信弃义，才造就如今的局面。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放我一马。放过你？那谁来放过我们呢？谁又能放过那些死去的燕北弟兄？这。娘，我让这个狗皇帝血债血偿了，愿您在天之灵能够安息。恭喜王婆送来贺礼，欢迎啊！请。恭喜恭喜，欢迎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恭喜啊！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意啊！感谢啊！恭喜感谢赏脸啊！谢谢。吉时已到，一拜天地。我李峰，我杨林，天地为证，良缘永固，执手同心，共赴白首。好，二拜高堂。爹，我们一定伺候尽孝，晨昏不离。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夫妻对拜。我李某承蒙厚爱，愿白头偕老，愿余生相托，互敬互谅，岁岁相知。恭喜！